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！好快脆又嚟到下半場嘅時間。咁啊，Yvonne，咁啊，你今日啲歌咧非常之精彩。跟住落嚟呢3首歌咧，不得了。因為你隻歌都中意咧，更加中意呢3隻歌。係啊，咁啊，你介紹一下好嘛？好啦，今日第2出折子戲係《歲聯魚》，係講述明朝清官海瑞因為不值嚴嵩父子嘅惡行，將嚴世蕃拘捕。但係嚴世蕃嘅姐姐嚴貴妃知道咗之後，就要海瑞放人，搗亂公堂。但係海瑞不畏強權，同嚴貴妃喺公堂上面對峙，甚至將佢嘅鑾輿打碎。咁惡？係啊。咁啊，不如我哋欣賞好嘛？由我哋嘅嘉賓崔建寧小姐飾演海瑞，鄧小蓮老師飾演嚴貴妃娘娘，我哋一齊請。好啦，我掌聲歡迎2位《歲聯魚》，唔該。無中無往風調震宰亡，官拜御史聲名光，愛民愛國熱心腸，因見地慘天收，累累是嚴嵩父子每天亮地轉天旋禍國邦，社稷蒼嚴有業郎，浩然正氣施包拯，護民護國海瑞，只因嚴嵩父子
罪惡滔天，本部為緝拿嚴世蕃歸案，明日便開堂審訊，定作嚴懲。剛才太師闖府，搗亂公堂，我要將他責打驅逐，他定難善一罷。正一事，此時有幸懲奸令，他朝立志，正朝綱耶！蘭亭熱淚看冤書，卷狀詞控告嚴家案。谁是你？海光峰可是你？明爱家可恼。何方妇人擅進刀堂，該當何罪？呸！海瑞，你抬頭一觀，哀家是誰？哦，古道是誰？原來是娘娘駕到，人來敦一言。緩步下清街，躬身莫下拜。娘娘，何時說轉降貴，親自操房魚龍，你應該承恩，侍奉主正氣昂藏，不中不往，
心志放光，何時顯為嘈吵不安？罪犯何條？你且對哀家引來。娘娘，你有聽呀？有聽。娘娘用啊邊上來。你弟郎不拿機，亂國光，身居四山高獨，直壓澤江，誰叫他先嚟順地？日那經良毅做戰功夢聖上，私通烏求讓國王，假託濟貧消流汗，萬民燒死梅花崗，強怒民女任邪當，壓奪民財每天良。我身居御史正江上，驅禁亂臣成於我。嚴家忠義，君臣讚賞。你雌王順口，無劣中雅。娘，我來問你啊，你話西番順地先嚟？冇錯，係我親自捉拿在花街柳巷。你話佢通賣國，我有憑有證有真啊裝。你話佢焚燒災民，傷者嘛，常養生在破廟上。仲有啊，你話佢淫辱民女，他嘛，他被本官安頓在山房。哎呀！好，我哋有權勾，
都知道嚴家位高權重，你又何必批其逆論呢？嗱，我見你一表人才，不若你順哀家一次，釋放我弟郎，我保證你加官進爵嘅。況且，或者我哋以後又可以多啲來往㗎。哎呀，聽貴妃聲作狀，可嘆他似豺狼心寒。他要勢決直開張，他攰眼盡觀自風太莽撞，竟向眼有逼，換轉秋波放微浪，用計授權與玉蘭與你望。若不是離天大罪，也用着祿來轉讓啩。你寧不知嚴家勢大，順之者昌，逆者亡。我一向耿直無私，未照趨炎附王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訪，地獄無門你講路啊！忙！罪惡官刑自當捉來，威呀案。你鬥如何啊？哎呀，好一個鐵面無私嘅海御史啊！真係不敢當噃，有何訓諭呢？當今娘娘海主事嚴貴妃，海江風嚴驕我。哎呀，我把你個海蠻子啊！我把你個狐狸精啊！哎呀，豈用海水太瘋狂，海江風，我弟在囚，你放不開稅只知有王法，你莫似家世壓中糧。嚴世蕃難搖，他難搖。海江風暴犯，啱暴啊！
所在啊？待奴兒還，待天究察，待天究察。不親提排邊在，看你還敢是猖狂？皇皇聖眷有特權，難道你敢對哀家施刑杖關？哎呀！玉器壓清官，皇上強把世難平，看釋放未因世報章，結放不惜犧牲，那恨的心思背涼。尋常交雅差，東張應境界你如斯唐望。堂堂聖眷，你敢？呀呸！你夜闖官衙，可有聖上御旨呀？冇噃，可有六部文憑啊？都冇噃。卻又來，一無聖上御旨，二無六部文憑，與雕梁何異？人來，雨夜東迎。居家善寵招房，就是金鑾大殿。何懼你一個小小督察院堂啊！呀呸！有道是天子犯法，與民同罪，也要問雨夜東迎。哈
俊極，乖妄豈可坐視欺場？好，我要他來得威風，手持狼芒，也要問手持八聽，將他鑾輿打碎啊！可以。